咁多年咧，施林生因為身體免疫能力降低咗，所以咧一直都用好頑強嘅生命力去同病魔對抗。到最近咧，佢身體嘅免疫能力咧嚴重嘅衰退，所以令到嗰啲病毒咧嚴重嘅感染佢嘅身體，令到好多器官咧都衰缺。所以咧入院醫治，佢一定一直堅持到最後生命一刻。有佢嘅親朋戚友同埋家人陪伴下，安詳離開，告別大家。佢希望大家對佢嘅離別嗰種難過同埋思念，變做係一種力量同溫暖去接受佢嘅告別。希望佢安息同埋精神永遠同我哋一齊。